唔錯嘅實用空間，唔單止係客飯廳同睡房，連廚房都會令你有驚喜。樓下就有唔同嘅食肆，加上超市，步行幾分鐘就到港鐵站。樓市回暖，睇到片嘅你有冇準備要上車呢？今日我哋參觀海豐園一個兩房嘅單位。如果你係對單位有要求，要一個好好嘅實用空間嘅話，呢一度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大門嘅玄關位可以考慮安放返鞋櫃啦，而旁邊就係廚房。海豐園都有個特點，廚房嘅實用空間係非常之大，而客飯廳係長方形嘅間，可以方便返大型家私靈活咁擺位。由於我哋今日參觀嘅層數亦都相當之高，望返出去雖然係城市景，不過都好開揚。嚟到第一間房間，安放咗大型衣櫃之後，房間都仲有唔少嘅活動空間，而景觀同樣都係樓景為主。而浴室係活動窗，可以增加返空氣嘅流通，再加上乾濕分離嘅淋浴間。嚟到最後一間房，而呢間房就會特別啲，有對流窗，影片就分享到你呢度啦。如果想住嘅地方有成熟配套嘅話，呢度都係唔錯選擇。